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的连署书已经通过第2阶段的门槛。罗志强讲，伊即摆爱甲厝抵押贷款，加上卖新车钱，才有法度来拍罢免战。但是政治评论员吴静怡发现讲，这罗志强新出版的册，甲过去出版的册号一模一样。吴静怡质疑根本都也无这本新册，就要开放互注文，恐惊是诈欺。另外，罢免团体讲，罗志强是使用太太所开的出版社来出版新册，这是咧闪政治献金法。罗志强是回应讲，一切合法，欢迎查水表。今天我们也就是正式向谣言宣战。那要甲谣言正式宣战，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进前嘛宣布要甲厝抵押贷款拍罢免战，出版新册锁定打造民主战车台湾1号。随后政治评论员吴静怡发现，罗志强新册封面底国际标准册号甲伊另外一本册册号是完全相像。质问罗志强，伊个上市的商品甲事实无符合，敢算是一种诈欺？那安尼罢免罗志强的代案强棍嘛质疑罗志强使用太太开设的小强出版社出版册，实际上是摕来募款，家己运作金流，调工闪避政治献金法的规范。一切依法，欢迎民进党查水表。来看罗志强2024年的财产申报，存款1247万，佮有一栋伫咧文山区的厝，260万的股票，7条终身的业绩险，2支价值138万的violin，佮有贷款153万。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素培佮指出，罗志强2024年选立委的费用，佮有存1300多万，质疑罗志强是咧画善车，加可怜。我烧我自己的退休金，烧我自己的小孩的教育费，你要酸我笑我哈。我随便你。选举结余款还有1300多位，实际上他自己也还有很多的房产。现在人民要罢免你，是因为你在立法院的言行，不是说你现在哭穷就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罢免大战是愈来愈烈，就连牛草的资金嘛会成做攻防的话题。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